我袂记是倒一个指挥家吼，伊讲吼，大家愈熟的客吼，愈歹演奏。你想起来有影？伊讲，大家愈熟的客吼，你要演奏的时候，大家拢定定咧听的客，你要演奏吼，你小可毋着人随知影咧吼。我的囡仔伫学 piano 的时候，学到尾啊，伫学迄个现代的作品吼，两个甲我讲吼，阮较爱字迄个现代作品。我讲是安怎？伊讲你毋知现代作品哦字毋对，大家拢毋知呢。这有影，你字莫查的，字贝多芬，人当定定咧听吼，你小可字毋对，人就知。伊讲来现代作品哦，我字毋对，人嘛毋知。这有影呢。如果讲这个是因为咱今仔日要讲仁爱，圣贤的规矩仁爱，听啦，就是听的意思啦。仁爱有的圣经翻做 charity，charity 是慈善啦，慈善事业是毋是敢若听尔，有迄个做好事的行为，或者 charity， 咱台湾就翻做仁爱。charity 要翻做台湾的，做慈善事业，敢咱伫讲的仁爱无啥对，所以咱用仁爱，不过真正是听。我会记得我去看咱的迄个网站哦，去年的3月吼，我用差不多5、6礼拜，讲你毋知翕的约翰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一节有哪听。舞差不多6礼拜，你毋知会记袂？我咧想讲，讲遐尼济要搁叫我讲听，我当时要搁讲啥？敢有需要讲？我感觉有需要啦，真正诶。道理吼，毋是讲你定定听，若袂当真正甲咱诶生活有关诶吼，听敢若听咧。有一个故事讲，一个牧师吼搬去一间新的教会，伊开始讲道，逐礼拜拢在讲悔改的道理啦。讲到尾啊吼，迄长老去找伊讲，牧师啊，你敢会使莫安尼逐礼拜讲悔改的道理啦？你嘛换一个物件。迄牧师讲，恁若拢悔改，我就换啦。你听嘛共款呢。我毋是讲恁无啥听，我毋是讲恁无啥听。耶稣用足济时间伫讲啥听的代志，保罗嘛是。咱袂当无讲，咱袂当无听，咱搁较袂当无顺叹。毋过吼，听这字英语，恁拢知影 love 吼 ，L-O-V-E love。你知影英语得骂人的歹话吼，拢4个字无？恁知影无？或者 four letter word。你若甲别人讲 four letter word， 因就讲迄就是在讲歹话 four letter word。我伫牧会时有一日哦，有一个牧师，我毋捌想到，伊甲讲Sydney，你敢知影 love is four letter word？你去想看卖 ，L-O-V-E 4字嘛 ，Love is four letter word， 毋是歹话啦。毋过 Love 吼，定定互人误解，定定互人摕去恶用。你敢捌迄个男女朋友吼，安尼要分手爱相抬吼，都去一个去台顶有。咱的情杀案，大家嘛讲，我就是爱到无法度，我才去杀。这毋是爱啊呢！真济父母对伊的囡仔足严的足歹啊，甲伊的囡仔差不多abuse啊。我是为着伊好啊，听你，因为我听你，我才安尼做。听常常互人黑白用。有的吼，嘛对教会要求，恁着听的团体。恁是安怎着爱逐项才安尼照步来才会使，敢袂使小可？恁拢无听心，咱若互人讲无听心，咱逐个拢毋知要安怎讲。
1960年迄个时阵，我甲恁讲这袂要紧。我会记得我读高中的是高二、高三的时候，头一遍伫台北的街路看到一张查某人的送空装，恁会记得无？迄阵啊开始就有送空装，顶头无穿衫，讲当即摆这流行这啦，无穿衫啊。对迄阵开始差不多全世界对性这项代志，渐渐的，咱讲做开放。总是过去对性这项代志，大家是足细腻的。啊，对迄个时阵开始，敢若大家拢开啦。啊，到即摆真正是乱正正啊！1960 C.S. Lewis 看到这个情形，伊写一本册，叫做《The Four Loves》四种爱。四种爱，伊对圣经希腊文去看听这项代志。听这项代志，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这可能恁拢捌听过啊，捌看过啊。迄个有4款，头一款叫做希腊文，迄种希腊文啊 ，Storge 是爸母还是爸囝、母囝迄个亲情啊，亲情朋友。啊，Philia 是友情，迄个。美国有一个城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友情的城市，迄个 City of Friendship 迄个意思吼。啊，佫个就是 Eros 是肉体的疼，夫妇中间的疼。新约圣经内底无这字，新约圣经内底无这字，旧约圣经内底用一摆那点，迄是伫箴言伫讲淫乱的代志。用字用 eros， 过来是阿加佩，咱拢捌听到阿加佩这字，阿加佩这字差不多变做是教会内底咧用的一字。我有用真侪时间去找阿加佩这字的历史阿加佩这字伫耶稣的时代，伫保罗的时代，希腊人真差不多无咧用阿加佩这字。毋是希腊人日常生活咧用，有人去找敢若这是我看古的资料讲的主前500年，柏拉图伫伊的作品内底有用过这字用一摆，其他差不多毋捌看到，所以你就知影这字差不多无人用啦，差不多啦。迄个时阵。若有讲到听，是拢讲 storge 甲 philia 这2字，阿加佩这字无人咧用，我无直接的证据啦毋过这是我想的啦，我即个头壳黑白想，恁应该拢知影。我伫想讲，这字有可能是保罗去找出来，因为迄个时阵要讲上帝的听。耶稣的听，阿加佩，我过落去迄张，迄个拜托你片送出来好无？过来迄张，我有写阿加佩的定义啦，迄个定义恁家己看到，这是要说明上帝的听，剩的迄3字拢总袂当用，所以保罗照伊的学识有可能，真有可能，伊有可能是去找到这字阿加佩是听的意思，总是真少人在用。伊摕这个来用伫伊的家事伫讲听的代志。咱拄仔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拢讲听，迄规篇拢用阿加佩，规篇拢用阿加佩。保罗伫迄个第12章甲第14章，伊是伫甲哥林多的教会因有纷争啦。大家咧讲我的文士比你的较厉害，我比你较属灵，安尼基督徒伫遐咧冤家保罗叫因毋通冤家。伫哥林多前书12章，伊甲伊讲，咱大家拢是基督的体，咱大家拢捌听这个故事嘛？这个代志，基督的体拢有需要，百体拢有需要，咱是肢体，
大家都爱做伙和合安尼。伊用这讲，到第12章、第22章的31节吼，伊考劝因都爱和好，都爱迄落了吼。伊讲哦，恁安尼拼到要死哦，来啦，我要甲恁讲吼，我要甲恁讲一个另外一项代志。第12章的第31节吼，伊讲吼，当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伊讲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过去咧，就是第13章，伊开始用阿加佩，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这本册吼，是主后差不多53年到54年这中间写的。这字阿加佩吼，敢若伫圣经内底有这字。这字阿加佩吼，迄个以后，约翰啦，真济后来写的福音书。拢总用阿加贝，特别是约翰这本册内底真济关于耶稣听的教示，咱较顶下会讲到，伊拢用阿加贝。这福音书吼，是伫主后66年到差不多100年的中间写剩的迄4本，拢用阿加贝。所以我伫想讲吼，保罗这字阿加贝。有可能是保罗去找出来，伊伫哥林多前书13章开始用。对迄个时阵开始，初代教会信徒若要讲到上帝听的时，拢总用阿加贝，无搁用剩的迄3字。上帝听世间，上帝阿加贝世间，相似因的独生者，拢总用阿加贝。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我无真直接的证据讲这字是保罗去找出来，总是至少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3章以后，这字变做初代教会大家拢在用的字。大家讲到阿加贝，知影这个听甲其他遐个听无共款，其他遐个听是人甲人的中间的听，这个阿加贝毋是敢若上帝对咱的听。也是上帝对咱的要求，爱咱原来像伊安尼听人，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吼，真趣味的代志。这个阿加贝变作差不多是教会专用的话的一字啦。咱今仔日有读迄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保罗伫开始的时候要讲迄。伊对第1节到第3节是用足强的话啦。伊讲吼，我若会晓讲所有人的话，台湾话韩国话，所有的话言语我拢会晓。世间无迄落人啊，我拢会晓。我若假使嘛会晓讲天才的语言，天才的语言无人会晓。伊讲就是我会晓啦。我阁有所有的财物，你去 Google 找物件足济，咱拢毋知。保罗讲，都是我拢会知影。若无阿加贝，无路用。语言遐尼好，只有是一个声尔尔，你若无听，无路用。过来伊讲，我若有教义的信仰。会当了解上帝所有的奥秘，咱大家拢在要上帝的旨意吼。保罗讲，我若有迄个灵性，会当知影上帝所有的奥秘，阁有教义的信仰，会当移山倒海。这是真不得了的代志哦。总是保罗讲，若无阿加贝，无路用。过来伊讲，我若献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人，甚至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阿加贝，拢无利益。这是真强的话，敢毋是？这是真强的话。但
咱感谢你，感谢上，一个人会当摕伊的钱财拢总去奉献，拢总去救济，啊，搁献伊的身躯互火烧。啊，若无听，伊敢会做即个代志？会有呢，有迄落人呢，有真济人摕钱去真济，是要互人捌知影伊做遮尔济好代志，敢毋是？咱有时啊嘛安尼嘛。保罗真正是讲着人的心啦。我为着要出名，我真济，是为着要为着我家己，啊，迄毋是听，迄毋是听。过去第4章第4节到第7节，伊讲仁爱是宽容、慈悲，仁爱无夸口、无偏袒、无惊见笑的事，这个代志。保罗是安怎会去经这个物件？我阁用我的头壳黑白想，我感觉这个德行，伊所讲的这个吼，仁爱有听有啥物，甲听无啥物。伊的根据对对，伊的根据，我相信伊是看耶稣的生涯，伊是看耶稣的生涯。保罗毋捌甲耶稣做伙生活，保罗毋捌甲耶稣做伙生活，总是保罗伊讲，咱拢知影，伊伫大马色的路上，安尼得救了，变一个人。你若去读《使徒行传》吼，迄个路加咧写是保罗入去大马色了，啊3日啊无食，啊有一个基督徒安那尼亚来替伊祈祷，啊祈祷了。路加写的是祈祷了，伊就出去传道理啊，啊人都要甲杀啊。其实，迄上简单啦。保罗伫加拉太第1章哦，有写伊家己即个经验。伊讲伊伫大马色的路上，即项代志发生了吼，有3年久，伊无随出去传道理。有3年久，伊去阿拉伯，伊去阿拉伯一定毋是伫遐食茶撑果子啦，撑果子啦。伊去阿拉伯，我相信是迄个大马色的经验对伊的冲击，伊开始去看耶稣这个人到底是甚物款人，伊所受的训练，伊的神学差不多是拢迄个这3年的中间出来。这3年了后，伊佫倒转来大马色，佫倒转去耶路撒冷。你若去看加拉太第1章第17节，伊讲伊去耶路撒冷遐，伊去找彼得，耶稣的头一个学生彼得，伊讲伊甲彼得住15日，半个月伫遐。你想伊甲彼得讲啥？一定是对彼得知影真侪耶稣的代志。啊，过来第18节，伊讲伊去耶路撒冷去找耶稣的小弟雅各。你想讲伊找伊创啥？一定也是保罗毋捌甲耶稣做伙生活，伊有的资料拢对人摕来，对人讲的。伊对伊所听到的耶稣的生涯，伊归纳出来，听是够宽容慈悲，听无夸口，无惊见笑的事，这个代志，伊是对耶稣的生涯归纳出来，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呢，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那我捌伫迄讲差不多年外前，我讲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我捌甲恁讲，你毋知会记袂？这第4节到第7节吼，迄个仁爱是啥？仁爱毋是啥？迄吼，我捌甲恁讲，你毋知会记袂？你若用耶稣的名吼，你若用耶稣的名，讲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你若迄个仁爱，甲放耶稣落去吼，读着足顺的啦。我读恁听，耶稣是宽容，耶稣是慈悲，有耶稣就袂怨妒，
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耶稣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会使无？真顺敢毋是？挑战我甲恁讲，你藏你的名落去试看卖，我读互恁听。张信的是宽容，张信的是慈悲。我真来读了，我会着心脏病。你感觉安怎？这是耶稣的事，所以第40到第70吼，你用耶稣来代替迄个人来，读起来足顺啊，敢毋是？所以我无直接的证据，总是我相信保罗是对伊，当然是伊的祈祷，伊受圣神的感动，伊对耶稣的了解所写出来。这是听的诗篇。当咱今仔日有搁看迄个约翰第13章第1节，甲34节到35节，半季节要到约翰讲耶稣知影伊要离开世间的时间要到伊讲吼，伊有听属伊的人。伊听因到底，伊听因到底。约翰写耶稣迄个甲学生要做伙食饭，因咧食半季节会写像咱的围炉啦，像咱的围炉，大家做伙食饭。约翰即个时阵吼，已经真侪岁啊。耶稣甲学生洗骹这代志吼，约翰在场，伊拢在场，即个约翰拢在场。伊是耶稣的学生内底上少年的，毋过伊写约翰福音传的是已经真侪岁啊，70、80岁啊，伊才写的。所以伊写的一切吼，拢是看过去，回忆因甲耶稣做伙的时间。我捌讲吼，对约翰第13章到第16章，英语叫做 Upper Room Discourse。Upper Room 是耶稣甲学生收圣餐的所在，耶稣甲学生洗骹的所在。遐代志了，耶稣甲因做伙食了，犹大要卖伊离开了，耶稣讲的话，我有讲这是吼。中文翻作最后晚餐的谈话，耶稣伫最后晚餐了，甲学生讲的话，真要紧，内底物件足侪。约翰要写这个耶稣的遐要紧的假事，对倒位开始，对听开始。伊讲耶稣知影伊要离开世间，伊听伊学生到底。到底，听到底，听到底。英语敢若翻作讲 to the end， 毋是听伊个学生听到因死迄个意思，毋是啦。搁一个讲法是 to the maximum， 是将伊所有的听拢总互伊遮学生，迄款的听。搁落去，约翰讲耶稣甲学生洗骹，咱拢知影即个故事。你要想到，伊甲遐学生洗骹，犹大的骹伊嘛甲洗呢。你捌想即个无？犹大的骹伊嘛甲洗。过来新的界面，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约翰写这的物件吼，是后来想倒转去。伊要即个时阵，伊伫讲耶稣甲学生洗骹的事，真侪代志还未发生。毋过伊写的是遐代志，拢是过去发生的代志。约翰伫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伫十字架，安怎为着遐个该钉十字架的人祈祷？约翰拢伫啊。耶稣叫咱着听咱的对着，为着困迫咱的人祈祷，毋是干那讲的那点。耶稣拢做互伊学生看。约翰知影，约翰嘛在场。彼得3摆毋认耶稣，耶稣安怎处理彼得？无骂，无踢笑，敢若问讲：你有听我无？耶稣过去，当学生伫遐咧钱管世人上大诶时，耶稣毋捌大细声，耶稣毋捌用骂，耶稣拢借迄机会，甲因讲：恁若要做人诶头，就爱做人诶萝卜。顺续讲，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甲伊诶学生洗脚了，伊甲因讲：恁我做老师，甲恁洗脚，恁原来着互相洗脚。佫一项哦，耶稣过活了后，甲伊诶学生住40日。约翰拢无写啦，圣经内底无人写这40日诶中间有啥物代志。我想约翰一定看耶稣过活，佫伫遐甲因做伙生活，迄段时间一定足宝贝。伊拢无写，真可惜。总是伊对伊诶学生诶冲击一定足大诶，一定感谢着耶稣诶听。咱台湾话翻出来嘅圣经哦，伊一直有听即世间属伊诶人，就听因到底，已经真清楚啊。毋过英语哦，英语是用过去完成式 ，Having loved his own,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用过去完成式，这代志拢过去啊。伊的回忆，伊回忆上帝的听。啊，第34节到35节，咱有时啊拢定定新的改变，我用新的改变互恁，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因为你咧读迄个新的改变的时候，你捌去想较深的无？我读的时候，我定定想到迄句哦，耶稣讲哦。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耶稣讲：恁着三听，照我听恁安尼，照我听恁安尼三听。耶稣安怎听这学生，咱无甲知影足详细。巴克利翻译讲：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例如我做牧师吼，我若甲恁讲吼，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会讲，你咧讲古咧，你是听阮安怎？你当时听阮，会袂？即句话无遐好讲，你知影无？亲像我捌听恁，即句话无遐好讲呢。耶稣讲会出来，啊，无人讲 “hello”， 我无赞成你即句话袂使讲，无人讲哦。啊！你毋通想讲，这个学生袂甲耶稣拄呢？会呢？耶稣甲因讲，我要去的所在，恁知影迄条路？多马就讲：“嘿，hello， 你要去对，阮都毋知，阮哪知迄条路？”即句话袂使黑白讲呢？敢毋是？耶稣讲即句话，我毋敢讲啦。咱几个人敢讲？咱讲到遮吼。啊，听这么困难哦！啊，咱是要安怎？感谢上帝，我有看到一个物件，这毋是我看到，是安尼。我遮 internet 遮看遐看去，我看到这 love LOVE 有伫遐吼。我说明互恁听吼 ，L 就是 listen，listen 毋是 hear 是凊彩听听咧 ，listen 是注意听。注意听，
你若听一个人，你会注意听。我甲恁讲，我讲浪费代志吼。我伫波士顿读册的时候，一日外口落雪，阮伫伫户外我咧行，我拄着我的教授对面行来，我行过吼，我讲how are you？ 安尼，我就行过啊。我嘛无想啥，逐个拄着拢嘛讲 how are you？ 我就讲 how are you？ 确定伊伫后壁甲我讲，嘿 ，come here，come here。我 what？ 伊甲我问讲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我甲问讲 ，know what？ 伊甲我讲，你拄我问 how am I？ 你真正爱知影错？你对咱，你若听一个人，你袂安尼啦。Love，L 是 listen。O 吼，迄是 overlook。拍了毋对，是 overlook。overlook 就是无看啦。我翻来翻去，敢若做忽视，忽视有小可较好定性啦，敢若无迄要紧的忽视。这个忽视的意思是吼，用拄仔咱所读的，听无记得人的歹。忽视你所听的人的软弱，忽视你所听的人对你唔好的所在 ，overlook， 无看，放互过，下面无记得人的歹。有两字英语足趣味的吼，这来讲吼，夫妇若咧冤家的时候。有可能 hysterical 就是抓狂啦，冤家就抓狂，咱拢捌看到啦。我毋问你毋捌经验到啦。毋过即个代志哦，夫妇若冤家会抓狂，或是 hysterical。个字叫做 historical。过去吼，你30年前讲啥物话，我拢摕出来甲你算账。例如，迄个。overlook， 无得记这个代志，真正会听。V 是 value， 看重。耶稣所讲的，恁都爱行伫智慧世一个，迄个无人注意、无人咧要紧的人，你若听伊，你会看重伊的价值。这你会看伊。内面，这个人内面有上帝形象伫的 value。过一个是，伊是 express。你听一个人，你爱讲，毋若干那讲，爱用行动去表示你听。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真正发生伫夏威夷的代志。这是一个，伊毋是牧师啦，伊是一个迄落社会学的教授，伊伫 Pennsylvania 咧教社会学，已经退休啊，今年89岁。我真爱听伊讲道，真趣味的讲道，伊讲足好笑的。伊讲伊一个故事吼，伊讲伊吼有一摆对 Pennsylvania 去夏威夷要开会啦，夏威夷甲 Pennsylvania 时差6点钟啦。所以伊到的时候，透早3点就困袂去啊，因为透早3点是偏索美尼亚早时9点啊，伊就困袂去啊。爬起来遐说，伊讲伊出去吼，想要腹肚枵，想要找物件食，迄个旅馆拢关起来，迄无物件通食。啊，伊行去到海边啊，有一间店伫遐有开，暗时有开，所以伊就入去。啊，真简单的店，伊入去，啊，叫一杯咖啡。叫一块 donut， 伊想讲要伫遐食，啊，伊坐搭来遐啊叫好，啊3点外吼，忽然间有一群查某人吼，嘿嘿叫啊入来啦，迄是拢校外的记录啦，下班啊，要转去啊，要转去以前走去遐，逐个伫要去遐啉一个咖啡才转去，嘿嘿叫规定做一入来，啊伊吼。
伊是教授嘛是牧师啦，因为有咧讲道，伊坐在边仔看。啊，伫遐咧讲话中间有一个查某人讲甲大家甲伊的所有朋友讲，我恁讲明仔载我生日，我39岁，我明仔载我生日。你个朋友中间讲，你生日傻啊！你要叫阮甲你做生日咋？阮要甲你做 cake 啊！因就伫遐咧讲，甲大家加安尼大家。即个查某人讲，无啦，我无问恁甲我做生日啦。我活到遮济岁都毋捌来甲我做生日，我哪有恁要，我哪有问恁要甲我做生日 ？Tony Campolo 即个人个名，伊坐伫遐伊拢有听个。到甲因离开个时，伊走去问迄个店个头家，讲拄啊讲生日迄个小姐啥物名？用伊做 Agnes。用明仔载伊生日呢？讲伊拄啊讲个啊。用咱来甲做生意咯无？迄头家讲 ，serious？ 你真正要哦？讲好啊，咱来甲做生意。伊讲毋捌人毋捌甲做生意，咱明仔载来甲做生意。伊就坎普罗甲讲所有拢我负责。我明仔载来买一寡物件，咱来布置吼。伊讲伊明仔暗会来袂？伊逐暗嘛来，逐暗拢迄个时间会来啦。即阵拢会来啦，所以讲好，咱明仔载来甲做生意。即个头家嘛讲，安尼好啦好啦，咱来做啦。所以 Tony Campolo 假日伊去 Kmart 买一寡迄个装头的物件，入去迄间店装头好势吼。伊甲迄个头家讲，安尼这是 surprise， 毋知互伊知。头家讲我知，我有甲伊遐朋友讲，伊遐朋友拢知，敢若伊毋知哪点。迄个时间到 ，Tony 我走去遐，伫遐等。真正迄个时间到，规定过入来。遐个介入来朋友已经知影伊要甲做生日啦，所以大家甲唱 Happy Birthday。即个头家去做一个 cake 捧出来，迄个 Agnes 看一个在遐感动甲袂讲话，目屎流出来。人叫伊讲切 cake。伊讲 OK， 要切 cake 中，我甲恁讲，恁敢会使等我一下？咱 cake 先切一块好，我摕转来互阮老母食。我讲恁老母伫倒？阮住伫遮尔，静静我来咪转来。所以当然好啦，你切一块摕转去互恁妈妈食。对，伊讲无人捌做 cake 互阮食，因为头一摆，所以伊讲伊要摕一块去互因妈妈食。伊去的中间大家伫遐等。Tony 讲大家反正伫遐等无啥代志。伊讲咱来做伙祈祷。大家拢惊一个要祈祷，无人敢讲喏。Tony Campolo 伫遐带迄阵基督做伙祈祷，为着 Agnes 祈祷，为着因大家祈祷，求上帝保守因。Agnes 倒转来，因家唱 Happy Birthday。这代志了，人了，因转去，遐小姐拢转去，敢若剩 Tony 甲迄个头家甲头家娘伫遐。迄头家甲讲，我毋知你是牧师呢。伊讲无啦，我毋是牧师啦，毋过我有咧讲道啦。迄个头家真感激啦，你真正是真有疼心啦。伊甲问讲，你属倒一间教会哈？Tony 讲，伊想足久，伊甲讲我属迄间半暝3点得甲基督做生日迄间教会。我的教会就是半暝3点得甲基督做生日迄个教会。你为听，我拄仔讲的，即个是的，即个故事真正真感动啦。过去有一句话过去有一句话，这是我真早以前毋知伫一个政府的办公室伫遐咧等人要叫我的名去办代志的时，坐在遐看到伫壁顶看，毋知啥物写的。You can give without love. You cannot give.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你要互人物件，毋免无拄拄需要有疼心啦，无拄拄需要。总是你若真正有疼，你袂当无付出。阮大遐吼，常常有迄落吼，人摕一寡刀啊、啦椅啊啦出来遐，搭伫遐讲 free， 迄是 giving without love。迄有影啊，咱爱摕去，就反正我无爱伫啊，迄无 love 内底，总是你若 love， 你袂当无付出。即落理气，咱大家拢知。即落理气，咱大家拢知。约翰3章16节，上帝疼世间，上帝阿加贝世间，收视 give 伊的独生囝，连上帝要证明讲伊有疼咱，都爱付出咱的。感谢我那爱，咱来三个祈祷。特别是感谢你，互阮通过阮的分享，再过一摆看你对阮的疼，阿加贝勒。阮感谢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对阮的救赎，伊的教示，伊留互阮的模样。主，阮知影，阮无法度通做到安尼。阮伫遮恳求你帮助阮，你的圣心帮助阮。阮知阮若要爱有疼的果子伫阮的生涯内面，阮需要圣心的帮助。主，恳求你帮助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拄仔佫袂记咧讲一项吼，这个我爱，因为真有意思。听这项物件，咱讲到遮尔吼，美国有一个顶世纪的神学家 Reinhold Niebuhr， 伊讲一句话，叫做 The impossible possibility of love， 意思是疼吼，疼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可能 impossible possibility。阿加贝讲到安尼吼，咱家己要做无路啦，所以需要圣神的帮助。对基督徒来讲，疼是 impossible， 毋过有迄个 possibility 伫遐，若圣神帮助咱，咱活到。